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5月1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利未记19章第9节到18节，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2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疼是啥物？保罗伫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有讲到着爱的真谛，伊说明济嘛真深关于疼的意义甲规范。基本上就亲像伫伊这个教导的中间结尾的所在伊所讲的，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受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爱真理。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对一切有耐心。仁爱永远存在。基本上，疼是无求家己的利益，是求别人的利益。亲像咱昨提到着讲，同理心就非常的重要。所谓人若枵，家己就枵；人若溺水，家己就溺水的迄个精神啦吼。人若溺水，家己就溺水，迄个精神，就是讲一种疼的表现。伫法国一位美丽的名画10岁，就是伊开始脱离过去即种艺术家总是为着皇族、为着贵族服务的创作形态，开始注重一个人文的方面，就是一般人民的生活。这一幅这个刻水的图，就是伊伫描绘伊的故乡法国的南边诺曼底这个田的情形。主人呢，实际来实践圣经的教示，伫宋乡的法国的南部这个农村的所在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根据圣经利未记的教导，因安尼来实践，就是要照顾孤儿寡妇的命令，因就来真正正来落实。咱也看见伫旧约路得记的记载中间，路得甲伊的大家拿俄米倒转来故乡了后，寡妇路得就是伫波阿斯的田园内底，咧捡拾这会收割了后所留落来未遂。咱也看见圣经的教导，讲恁收割的时阵，毋通挂田边的册也毋通回头捡遐落落去的水恁毋通挽了这个葡萄园中的葡萄，嘛毋通捡加落落去的葡萄。恁着将这个互送乡人甲我叫，我是上主，恁的上帝。对伫同理心的角度来看，这是真心对需要的人的角度来去思考因的需要，这就是真爱。
当然，抑阁有其他的作为，咱会当通体会了解较真实的即个疼。利未记19章的经文继续安尼讲，伊讲毋通偷摕，毋通欺负，毋通讲白贼，恁毋通指责我的名来咒诅，侮辱我的名。我是上主，恁的上帝。你也毋通剥削甲抢夺同胞，毋通延迟该付的工资，就算一暝也毋通。毋通咒诅即个臭耳的，也毋通阻碍痴迷的人的路，互因绊倒。恁着爱敬畏我，我是上主，恁的上帝。15节讲，恁毋通歪巧正义，毋通偏袒颂扬人，也毋通偏袒有权势的人。圣经讲，恁着爱用公正评断同胞，毋通四界去搬弄是非，毋通危害同胞的性命。讲我是主，恁毋通怀恨亲人，也着爱坦白指责你同胞的错误，免你家己也陷落伫罪恶。毋通报仇，也毋通埋怨本国的同胞。着爱疼家己，亲像故乡的人；着爱疼家己，亲像故乡的人，亲像爱家己共款。有一位教律法的教师来试探耶稣讲：老师，我应该做甚物货，才会通得到永远的性命？耶稣就回答讲法律上安怎讲，你是怎样来解说呢？这一位故意试探耶稣的律法师就真欢喜来回答讲：你着真心、真全情、全力、甲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又搁要着爱疼厝边，亲像疼家己一样。耶稣搁一摆回答这个人讲：你讲了真对，照安尼做，就会通得到永远的生命。问题是，这一位专门教导律法的老师，虽然伊知圣经的教导，但也用试探耶稣，也是讲咱来挑战咱的信仰。安尼的人是得袂到上帝永远活的应允。为什么呢？因为因只要停伫知，无愿意付出行动，当然这就毋是真爱。根据圣经的原则，讲恁着真心、真性、真力、真意，实在是讲你着全心、全情、全力、全意。原文的意思是讲，你着爱用全部来疼上帝，用全心、全情、全力、全意，安尼会全部来疼上帝，来疼人。这就是讲真爱。咱讲到美国加州俄湾台湾基督长教会所发生的枪杀事件，是一种扣分，也是讲报冤仇的这个凶杀事件，违反着保护互咱的原则，无家己求利益。对俄湾教会现场的
亲目睭看见现场诶人，当事者、受难者、受害者以及家属来讲，毋通互咱诚做即个伫伤喙顶悬抹盐，爱诚做一个有疼心诶人求助帮站，来扶持、来安慰。诗篇133篇，兄弟姊妹做伙徛起，偌尼啊好，偌尼啊欢喜，这通比平贵气的油温，伫即个头壳顶流到喙手，阿伦的喙手，佮流到伊的暗领，这嘛通比平即个叶文山的露水，落到伫色暗的山岭，伫遐山上主有应允要赐福，赐永远的活命。上帝啊，恳求你永远一位愿意真心关心的人。阮特别为着俄万教会所发生的拯救事件祈祷，对伫受害者甲家属、受难者，因亲目睭看见的人，因真正需要助力的医治、保守以及看顾，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